快樂？其實好簡單，快樂其實可以好簡單。黃大仙同埋西貢區嘅一班醫生、社工、護士同埋心理學家等等啦，就組成咗精神健康社區推廣計劃工作小組。我哋計劃培訓幾百個快樂教練，讓佢哋喺自己所屬嘅單位入面推廣快樂人生嘅信息。快樂人生小貼士呢隻光碟咧，係成個計劃嘅其中一環。一方面咧係快樂教練教材套嘅其中一部分，另一方面咧就喺社區入面派發。我哋希望咧可以引發市民對精神健康嘅關注，亦都透過一啲簡單易做嘅行動，可以令到自己活得更加快樂。咦，二芳咁啱嘅？係啊，哇，咁多一袋二袋嘅，你買咗乜嘢啊？嗱，買咗兩對鞋啦，買條4個骨褲啦，今年興啊，就買啲粉底啊，買一件牛仔衫啊，買一件 T 恤啊，買一件線衫咯。你上個禮拜已經買咗好多嘢噶咯喎，你仲未買夠啊？梗係未買夠啦，仲有啊，出一隻表好靚，我好中意啊！唉，不過弊啦，使得晒啊，今月都唔夠錢。你仲要買啊？梗係。買嘢咧當然係令人開心㗎，不過瘋狂購物以至到演變成為一種病態咧就有問題啦。我知道咧，其實有好多人冇豐富嘅物質基礎，依然係活得快樂㗎。大家都熟悉嘅玻璃人黃君祥就係一個活生生嘅好例子。大家都好熟悉嘅黃君祥，今年已經46歲，仍然健康活潑，熱愛生命，融入社群。佢經常都參與義工活動，去到學校同埋社區演講，冇白費每一日嘅時光。淘盡了世間事，早晨有人雲着又都一片潮流。我都好似一般人咁咧，即係中意周圍去啊，係嘛？咁行商場最舒服，有冷氣啊嘛。咁唔係佢哋要傾偈啊。係佢哋要同我，因為認得我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認得我就話啊，長仔呢個係長仔 ，LOVE 啦，愛，行着愛就可以面對一切，克服困難。最緊要就係對人有真情有真愛。快樂真係其實好簡單，知足，即係樣樣唔太苛求啊！好似我咁樣。我能夠咁樣健健康康坐喺度同你傾偈，或者可以行下街，因為我試過玻璃骨受傷，要成日瞓喺床度好痛，咩都做唔到啊！嗰啲真係嗰時又唔快樂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即係最緊要就係知足常樂啊，樣樣都唔好太過苛求。普羅大眾對快樂有一啲嘅誤解。認為物質享受同埋享樂可以帶嚟快感。根據有關快樂嘅研究顯示，物質嘅滿足同埋享受只會帶嚟短暫嘅快樂，而且維持呢種快感需要不斷增加物質嘅滿足同埋感官嘅刺激。所以好多人不斷尋求娛樂消費嚟到滿足自己。一旦失去咗消費能力嘅時候，就會感到好失落同埋空虛。所以物質生活條件唔會對人嘅快樂有好大影響。好多有錢人話俾我哋聽，佢哋嘅生活唔係一般人想象咁開心。冇錯，金錢可以俾佢哋有好多選擇，但係過多嘅選擇亦都係煩惱嘅來源。同埋研究發現呢，金錢嘅糾紛往往係家庭問題嘅起因。好似中咗巨獎嘅家庭，好多都係以離婚收場。金錢得唔到適當嘅處理，家庭關係最終都會受到影響。簡單嚟講，拜金主義係現代人快樂最大嘅障礙。究竟係乜嘢會帶俾人長遠嘅快樂呢？研究發現，身體健康、投入宗教信仰活動、適當嘅消閒、美滿婚姻關係、友情、有適合自己能力嘅工作、樂觀外向嘅性格，咁呢啲因素都會帶俾人長遠同埋穩定嘅滿足感。